哦，立委陈廷辉，立法委员陈廷辉，致辞了。哦，还有现场录影转播呢。哦，还有转播荧幕。哦。今年会当讲是咱新营太子宫，咱的球条，咱的两体代志，这是国际。这国际头尾咱原本是9工，但是咱新营太子宫头尾搁加一工，所以等于是11工。这11工的乐天代志，会当讲用尽咱所有新营太子宫所有的资源，甲咱所有的人脉，咱希望讲会当带动着地方的繁荣发展。甚至将咱宗教文化会当完全结合，所以咱创下一个两项的记录。第一项记录就是咱的金氏纪录，咱的金氏纪录拢总伫这处，咱的感情的咱的时数有16319尊，这当中已经创下着金氏纪录。即马伫全世界的金氏纪录，楼顶顶悬就是咱新营太子宫，是不是拍鼓啊一个？哦，赞啊！大家拍手留言。哦，结婚完以后，家己咱国家议员最辛苦的吼。咱的阿明，咱的怎么讲吼？咱的国家议员吼，就关议员这厝的做着会当讲，那亲像中间处共款吼，会当讲头到尾插到底，每一个细项会当讲拢用心计较吼。尤其第2项记录，就是咱这厝拢总有头尾11工，这也是创下着咱的历史。咱的普渡场，咱的圣台也是创下历史。所以我相信咱新营太子宫伫这头的乐天代志，已经创下着咱历史的记录。这也是咱新营的公营，嘛是咱台南的骄傲，甚至是咱台南的公营甲骄傲。台湾之光，新营太子宫。所以，而家在此感恩咱今仔日所有会贵宾，咱嘛希望借着今仔日我们的明华园，我们陈团长跟我们的孙翠凤老师共同卖力的演出，让我们的宗教文化真正结合，完全的结合，我咱新营太子宫会当行遍全世界。在此处感谢大家，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感恩，谢谢。各位乡亲，咱这回太子宫咧做大事，会使讲国家大家拢真欢喜、真用心。这回才来全体会立委，甲乌溪议员来主办一下。各位，咱今仔个加3000苗米啊，可是还是照样客满。所以我们你看，只有2边，后面的乡亲大家拢足支持。那我们接着请林进宪委员向大家鼓个掌声欢迎。来感谢咱团长介绍。我想咱各位乡亲吼，大家有认真机会来看咱苏春龙老师所创立的明华的演出。咱互因伫活动的时阵，阮徛伫遮代表吼，甲大家致上最深的感谢。咱若对像拄则天辉委员所讲报告，讲会当想讲安尼要办一个乐天大捷，24年才一届，这虽然是10年的时间吼，你看爱动员偌济资源，偌济志工，你看咱的乌溪杨主委吼，甲咱阿元总干事，以及咱在地吼，咱家己新营的议员、张议员咱乌溪议员，大家看恁啊无闲。不过咱若看到遐尼济人，这个闹咧，大家来参拜，大家来共同参与着活动，我相信吼，伊定拢有知影人忝。我拄则甲天伟共款的心情，我刚安尼坐一日吼，到底遐的普渡场啦吼，哇，实在是无法度形容的，这真正去创下台湾吼宗教活动的记录。我相信啊，伫这短时间吼，遐尼济人来新营吼，来咱庙里来参拜，这一定有那是创下另外一个记录。咱同时伫遮吼做一个意义，咱嘛是祈求咱太子爷来咱保庇，保庇互咱合境平安，事事无灾，互咱。
哦，各位多谢，谢谢。哦，多谢委员，咱来大家祝贺，各位，给恁报这位天王，咱有建议网络，同我30年的交情，伊30年以前，就这年头啊咧，即摆有啦介绍年啦咧，这位哦，给各位报，伊头拄仔讲，不但爱上心得，还要准备棒棒糖给小朋友，给年轻的朋友，那棒棒糖我来准备，来，各位，我们掌声加尖叫，欢迎我们啊！哦，你这个尖叫哦，你讲完了，他就要换跟动。阮地步啊，感谢咱民湾的单团长吼，甲咱幕后这演员啦吼，甲头前面这小英嘅美女吼，大家我一度辛苦，嘛特别感谢吼，这2天互恁来到新营，帮忙着咱新营这颗饼是颗这个9条清酒乐天大庆吼，要互万万成功啦吼，永远看恁啦吼，永远看恁吼，永远就一个结尾吼，人讲好意伫后壁，乌鸡莫加话啦吼，总是大家拢非常清楚，今仔日民华下当来到咱太子宫连续做2天。就是咱单团长牺牲伊所有行程特别来帮忙咱太子宫这个饼是靠这个乐天大寿哦，这咱是不是我给拜托咱民华的单团长甲民华总团的民华大感谢一下，感恩，谢谢啊，谢谢，多谢啦吼，真正这无单团长的当头，这2天绝对剩1天尔吼。今仔日上介重要的，咱太子宫，咱主委特别安排这个晚会是用明华园来做首尾，吼，明华园来做压轴啦，吼，大家拢看会到，真正差不多摆到要到路口呀，吼，无输迄个摇摇酒来，绝对无输摇摇酒911啦，吼，歹势啦，吼，真正无输伊。是不是咱家己鼓励一下，咱对咱本土的文化，咱的支持啦。好，感谢哈，莫扣话啊，等一下咱较明华做刷，明华快乐太子宫连破这一纪录，伊讲伊等一下有哪要破纪录，会使成功的，会使成功吼。等一下明华园所有演员。讲要落去到台下卡，别甲大家翕相。安尼有破纪录无啊？有对咱太子宫尊敬无啊？伊就是对啊，看咱太子宫这个信众，太子爷公的信众，这个咱认成，咱团长要纯粹哦，讲同意要落去哦，这真正嘛破纪录啊啦，我是真正12万分的感谢咱民华这届会当来太子宫做这2天的公演，来帮太子宫帮太子爷公来做这颗圆满的酒，好，感谢大家，多谢。来这把可以准备开演，阮台顶有一句话，台上3分钟，台下10年功。阮眼里有较听无对，但是幕后这人的准备，伊的用功，伊的支持，更是重要。各位，谢谢你们的双手，掌声尖叫，感谢各位，1、2、3。谢谢，感恩。多谢委员，多谢市民们，感谢，来，感谢。